扎凳也是名词，夫定，你可以讲米夫定、米嘎浪、米苏萨、米扎凳，又可以加米了。所以呢，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啊，普通名词是不可以加咪构成动词，那后面生活名词呢，它也是名词，但是它可以加咪放在前面。所以我上一次呢，在这个语法里面有讲过这个最大的差异在这里啊。那我们现在看现在呢看的是静态词啊。等一下，我要让你们看那个语法书，因为这个我要透过书本的那个句法呢，会比较详细一点哈。好，静态词，我先讲一点说明，等下我们到进入到那个书本里面的，我会放在 PPT 上面哈，放在那个线上来讲，放炸了是很好啊，放炸了。还有呢，阿萨萨是生病，达嘎绕有的叫达拉高是高，达罗弄是很深，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啊。这个叫做静态词。你们就会想说，老师什么是静态词啊？静态词，它是我在书本里面，它是一个跟那个性质或是状况、感觉，或是中肢解这方面的一些概念呢，我待会讲所以静态词呢有很多的分类哈。等一下我们在书本在里面再讲。静态词就是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如果在一个句子里面要当谓语的时候啊，不必加咪，它就直接可以当。你看哈，放这这个字，今天天气很好，叫放这过罗米阿尼尼，你不必当谓语的时候什么都不加，它就当谓语了啊。比如说放这过罗米阿尼尼，好，你看第二个字阿萨萨，我的阿公生病怎么说？阿萨萨及阿公努马过，他直接用啊，他什么都不用加。好，达拉高这个达嘎绕呢？这个山很高，什么？达嘎绕古纳罗多，它直接当谓语的时候就用了。达罗弄这条河很深，怎么说？达罗弄古纳罗，所以这个字也是名词啊，也是名词，可不可以当主词呢？也可以啊。我大鼓方张罗你阿娃娃啊，也可以当宾语。等一下再讲好了，这个先不要你乱掉啊。所以这些字呢，它什么都不加。好，如果它当谓语的时候呢，一般的名词都是乌嘛。比如说这是鱼怎么说？乌夫丁古尼尼还是要加乌嘛。这是房子呢，要用普通名词当谓语呢，你要加乌嘛。乌罗马古尼尼你要加乌啊，对不对？但是这个字呢，当谓语的时候呢，连 o 都不能加，什么都无方加不可以这样用啊。无阿三那个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加，就是说它如果当那个谓语的时候，直接可以用这个字它是一个可以直接不一定要用名词用的时候，它可以当静态词，直接放在那个位置前面啊。好，等一下我再看啊，我先状态词是什么呢？就是状态词就是。这个也是名词，巴罗苏雷浪位就是游泳哈，当就是主的意思，它也是个名词，但是呢，它这个字的本身内涵本身就是有动词的意味在里面。那个打这个字哈，巴罗它本身是个名词，但是这个名词是含有动词的意味在里面。苏雷这个字虽然写是字体，但是也有写的意思。浪位这个是游泳的游哈，但是它也有动词的意味在里面。你看当就是主嘛，当，但是它也是名词，它却可以是
有动作里面，所以呢，这么多的字里面，只有状态词是含有动作的名词啊，里面内涵是有动作内涵的名词啊。好，我现在暂时呢，先把这个 PPT 呢做一个，我现在分享的是那个课本的画面哈。好，你们再看一下，对不起。好，我把这个 PPT 呢，先用这个画面跟大家来分享哈。好，我今天呢要用那个阿美语法那个书的这个画面呢，让大家来做说明哈。好，我再放大一点点。这样大可以吗？来懂？可以。好，你们如果手边有那个老师编的那个新观念阿美语法的话呢，你就看一下啊。我这边很快的念一下，请注意那个，如果你下一次呢有自学自己看的时候呢，就照这个方式来看呢。比如说我们第4节呢讲到静态词的时候呢，静态词是属于有关性质的、状态的、感觉的、知觉的、概念的、抽象的，是一个抽象概念的名词啊，它是一个抽象概念啊。静态词简单的说，它是一个抽象概念的一个名词啊，痛啊、美啊、这个高啊什么的啊。然后静态词呢有很多种，你看，包含有善恶美跟丑啦，这个冷热一直到你看的深浅有那么多种哈，就是多少数字、嗅觉、味觉、感觉、时间的长短、身体的状况、心理状态等等哈，这些都叫做静态词。那一种字的，等一下你看一下啊，静态词不是动词。但是在句法中可以直接放在句首当谓语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重点哈。静态词不是动词，我们不是动词都放在句子的前面吗？ Romario 吉巴奈 Romario 是唱歌，但是这个呢，它不是个动词，但是呢，它仍然可以直接放在谓语就最前面的地方。举个例子。放在古鲁米阿安尼尼，它就是直接放在谓语的位置啊。好，这是放在谓语。再看第二个，也可以放在句子当主语啊，就是说可以放在句子中间当做主词用啊。哈朱啊古达嘎劳努拉鲁多，哈朱啊就是疑问词嘛，当谓语。古后面就是它的高度啊，那个山的高度是多少？所以它变成是当主语用了，或者是当宾语，你看当受词啊。Paswal to garden no follow 做你看 ，paswal 就是告诉妈妈告诉啊，人家告诉我也可以哈，他心中的压力。所以呢，这个静态词也是名词的一种，所以呢，名词就有这3种功能。当谓语也通，当主语也是可以，当宾语也是可以，所以名词呢是在句法里面呢，这个用的最频繁的哈。所以你知道静态词之后呢，我就一个字一个地方就秀一两个就好了。你看善恶放在了啊，还有不好呢，阿萨萨是痛、病痛等等啊。第二种呢。美跟丑，你看仿照也是美丽，也是仿照，好也是仿照，所以它这个善恶，这个是好的，仿照来过你这是好的，善良的，仿照过发了说，你看他的心地很善良，所以那是上面的善恶。这个美跟丑的是很漂亮，仿照过你喊呢啊，仿照过必胜一说
你的脸长得，你的脸好漂亮啊。所以呢，这个美跟丑啊，这里面有，比如说很丑，这里面有一个丑拉多啊，所以放炸了啊，达诺多啊等等，嘎德列啊，嘎德列呀，这个就是美丽的，帅就当的是美跟丑，这个也是形容词，它可以直接当谓语啊。颜色你看，是颜色呢，复杂了，刚刚、固定等等，这个是颜色呢，也是这里面也可以当静态词。我念一个字，念一两个就好了。冷热呢，发热啊，热里的冷热啊。再看大小，大 arc 啊，是大的，少一个小的。明啊，你的声音很小，说明明共下那么说，明明这个字就可以直接当谓语啊。高矮呢，打嘎绕，很矮呢，不 ner， 这也是静态词。长短呢，嘎拉呀，海岸呢是刮绕哈，刮绕长哈，跟马来海岸不一样啊。巴布约是短，新旧法罗，嘎达浪，生前达鲁隆，还有呢，邦达。富裕跟穷困呢，嘎多法跟巴古约茨啊，窄呢，宽窄，拉达哈了啊，古哈贝茨啊，比如说英族啊等等哈，轻重法格嘎登啊，软硬呢，古细阿德嘎等等啊，还有这个粗的啊，扎尔嘎，嘎木楞滑。亮明暗啊，大暗了，有的是大暗啊，有的是不一样了，大暗多慢等等哈，多少阿鲁曼啊，阿里害啊，数字也是静态词，只在都上啊，里嘛啊等等，秀姐方西斯，还有呢。反正 home 是咸猪肉咸香哈，嗅觉的部分有很多啊，这里有这个方些这个昂泽、昂烧、昂色等等哈，这里面都是静态词啊。再看还没有味觉方面呢，嘎夫萨啊，阿夫萨是男士的哈，嘎兹拉咸马太岸的咸哈，有的叫其他的是嘎杰。嘎这就是马兰海岸跟恒春所使用的啊，感觉那个巴兹国，我吓一跳，巴兹国嘎国啊，我愣住了，法嘎嘎国等等，这个呢感觉的一个静态词，体感掌握很痒，硬住很紧啊等等，痛觉啊哒哒。啊，还有呢，炙热呢，很难夯啊，打到咚阵痛啊，时间是在这里可以当做静态词。最后还有快慢，哪里该打耐、哈拉芬等等啊，身体状况，阿拉拉生病，阿拉姆古达迪人安诺古啊，阿拉姆是身体不适啊，老面是软趴趴等等啊，最后心理状态。心里阿拉啊，蓝塞善良温柔，对，烈麦和蔼啊，很那不很担心等等，这些字呢，我都把它分类出来。这些呢，我们都叫做静态词啊。所以你们呢有空去看看这些字呢，都可以直接放在句法里面的谓语的位置啊。直接可以使用。好，这是它的特点。那老师，你说可以直接当谓语，那请问一下，那其他的名词也是可以当谓语啊？好，比如说我们找一个刚刚我们选过普通名词，好，
Ludok 这个字是普通名词，你要当谓语的时候呢，你是不是要 Ludok 给你按，一定要加 u， 对不对？名词还是要 u 嘛？啊，可放在谓语的时候 Ludok 啊 ，Ludok go wali 啊，deep no niarok no niam Ludok 你要加 u 啊。否定也是一样的，这个生活名词，你要在句子里面当谓语的时候，否定过萨嘎拉霍尼还是要加 u 啊。可是呢，静态词就不需要直接放上去，不要有 u 了啊。像这个字，新阿拉这个字，新阿拉嘎过多萨巴阿过，我体恤我自己的弟弟等等，新阿拉嘎过多。啊，非要过的，新拿都不要，我新拿的不必要这样用，直接当谓语的时候，它就可以这样子用啊。好，这个就是它跟一般普通名词跟生活名词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呢，它究竟是名词，所以呢，既然呢名词呢，它就可以当谓语，也可以当主语，也可以当宾语。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它的特殊性啊。所以我们找一个两个啊，再看当谓语怎么用呢？就刚刚我说了，所以我们讲单纯的词哈，方扎果罗米阿尼尼，方扎这个是直接的，不能说无方扎果罗米阿尼尼是不通的啊。所以好，第二个呢 ，gangan zahis no galafian 就是傍晚的晚霞是红色的，所以它直接放在这里就是单纯单谓语的时候是有很单纯的字就放上去啊。好，我就跳过了啊。好，这个沙的时候你们自己看啊，我先直接讲到主要的部分就好。好，这个对不起。好，第二个呢，如果加沙的时候，放加沙的话是表那个程度它还不一样了。这边有讲说，静态词加沙的时候呢，跟沙加静态词加沙两者当中用法相同，但是程度上是不太一样。好，比如说请看这两个说起第二个好了，第二个比较好玩。你看啊 l i b a h a 这个字是快乐，对不对 l i b a h a zaira minogai礼拜就是一个很实在，他们高兴的回家。好，这是一个礼拜。这个静态词前面还后面可以加上礼拜哈萨在伊拉阿米诺盖哦，他们很高兴的回家，程度会不一样的。第三个沙里巴哈萨在伊拉阿米诺盖加上沙的时候呢，程度呢，他高兴的回家。你看这个程度啊，表程度的时候，静态词呢有程度性的差别。所以这部分里面就自己看啊，它有一个表程度的你没有直接上去就是很平常的，后面加沙是中等的，前后都加沙的话是最这个程度最就是程度的是最高段的啊。你看再看一个好了。安息这个字有味道，安息一点呢，这里味道很怪。安息在一点呢，跟撒安息在一点呢，那个撒安息在就是味道最重啊。好，这是第二种啊，静态词有第二种用法，这个都是当谓语的，谓语有第二种，第三种呢，感觉动词啊，记得只有它是有一种表示感觉。什么叫感觉？这我要讲一下啊。静态词不能直接加 me 跟 ma 来构成主动动词或是被动动词，但是可以呢加 en 呢，这个字静态词可以加 en 构成处置动词。处置动词是表示觉得有一点感到怎么样，自认为怎么样。好，很多老师在问我说，老师我觉得很痛，怎么说啊？中文有没有觉得王美主有没有觉得？我说没有觉得这一个字啦，阿美主没有觉得。我觉得
很比如说我觉得很冷，我觉得我们没有阿美族没有觉得这两个字，他直接用 en 哈，把静态词后面加 en， 它就是表示觉得的意思啊。你看这里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冷，就是si now gurumi anini si now anini 就好了，si now anini 今天很冷啊。但是呢，si now 后面加 en 的时候呢，你看看这我用红色的哈，好，这个用红色，你看呢，si now 是很冷，si now 温的时候是感觉很冷，所以那个感觉没有那个感觉这个字，只要加 en 它就觉得的意思。si now 温起妈妈。对这个日子呢，爸爸觉得很冷，所以那温只加en，它就是觉得的意思了啊。只有这个地方才会有静态词就有这种功能啊。那温亲妈妈都那罗米啊，那温哈就加en啊。那么有很多例子，你们自己看，我只再讲一个就好了啊。你的真卡古多纳弄弄几维天安，我觉得几维天安的部落的水很冷，这个就是有感觉动词啊。比如说再看一个，房扎伦卡古多拉鲁马你改造，我觉得改造的房子很漂亮，那个觉得这个字加 en， 它就有觉得的意思，没有单独的那个。所以我们克漏字呢，很多那个师大在出题目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把那个觉得这个字呢画一个空格。我说阿美族没有觉得啦，你不能画那个克漏字跟我们那个跟中文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所以我常常所以那个中文有时候跟我们阿美语呢，有时候挖一个洞还是所以呢，静态词可以当主词，当主词的时候，它的性质是个名词嘛，前面就要加名词的通常都有过。你看看第一题啊 ，Hatinian aja go karaya no， zazaklong ni na fu对，这个一直的袖子这样讲就够了。你看 go 后面呢是主格标记，后面 karaya 是长不是刚刚呢？刚刚我们不讲是 karaya 啊，他的头发很长，怎么说？你就前面说 karaya go focus ningra， 但是这个 karaya 现在呢就会变成主词啊 ，hadinian aja go karaya， 所以这个 karaya 现在是当主词了，不是谓语了。好，我们找一个比较大的。好，再看第三个好了。Mangalaf ko atala ni mama sakuswal， 这个过后面 atala 是那个病啊加重了，mangalaf 就是病情加重，什么病情加重呢？爸爸的病啊，这是可以当名词啊。所以呢，从这里面就可以知道，它除了可以当谓语，可以当主语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既然它还是名词，名词当然也可以当宾语啦。宾语就是受词，静态词当宾语的时候，其性质为名词，前面必须要有都这个字啊，要有受个标记。请看，你看一下，刚才阿拉拉，你看，米金沙古医生读阿拉拉尼伊拉，医生在诊断他的病，这个时候当兵呢，都后面呢。放在它是一个受格了，医生检查他的病，检查病啊，所以呢，病就是个受格了啊。好，我从这个地方来稍微对照发挥一下哈。第一个呢，阿萨萨这个字啊，我举个例子啊，
好，如果当谓语的时候呢，来我们几个，好，我现在是我看在座的老师们，好，我的小孩生病了，怎么说？我的小孩生病了，蛮来的。看看王佩文，王佩文老师在线上吗？我的孩子生病怎么说？没有，王佩文老师不在啊，不在线上吗？好，那个第二个下一个，我的画面上第二个是武连成理事长啊。哎，中文意思呢？乜神？钟医生，中文我的孩子生病吗？很大。我的孩子生病，阿达达古娃娃努马过。OK，是阿拉拉是放在前面当谓语，对不对？对。好，那现在呢，我改成主语哈。好，那淑贤试试看哈，主语呢，我给你一个字，我爸爸的病，淑贤在吗？在线上吗？在。好，在哈。好，改成主语，用自己想可以吗？刚刚是当谓语嘛，阿达达国哇那么过，你有没有办法把它变成主词？我阿公的病很严重，怎么说？严重。严重是打阿克，打阿克。姑，打aku asasa你阿公。阿公，你阿公，对不对？你看这个时候呢，打阿，就说打阿姑阿达达，这个时候当什么词？主词。当主词啊。刚才理事长的念是谓语啊，不是吗？阿达达古娃娃努马过，阿达达是在句子的前面，是当谓语。你的句子是在当主词，达达阿过阿达达是个主词，对不对？对。所以现在你看呢，它又可以当谓语，它的特性呢，就放带谓语的时候，什么都不加，它就是可以当谓语。你现在呢，这个时候呢，阿拉达放在当主词的时候呢，它有姑在前面，阿姑阿拉达你阿公阿哥，所以姑要有这个姑。好，第三个呢，林美花老师有没有在线上？有，谢谢伊拉哥。我给你中文哈，医生检查把奈的叫阿公的病好了，医生检查阿公的病怎么说？医生检查怎么说？咪检查顾医生顾敌人你阿公。我说那个病阿达达，我用阿达达来，他要检查他的病怎么说？医生检查阿公的病。咪检查顾医生顾阿达达你阿公。为什么会顾呢？咪检查后面要什么？已经是主词啦，不可能用顾啊。咪检查顾医生及阿公案。我要的是阿达达。你看我第一个画面说，你听声音哈。刚才理事长说阿达达古娃娃努马哥，那个阿达达在什么位置上？这个句子呢是不是个当谓语，对不对？对。好，苏贤讲的是第二个部分是当主词。阿哥阿达达，你阿公阿哥，过阿达达。现在医生检查阿公的病怎么办？咪检查过医生，咪检查过医生，那个阿达达呢后面用都阿达达，你阿公，你知道吗？好。知道我的意思吗？知道了。你看阿达达三个位置嘛，第一个当谓语，第二个当主语，第三个是当宾语。我要的是当宾语，你再念一次看看。医生检查阿公的病怎么说？咪检查顾医生
都阿萨萨尼阿公，很像不对，那个都这个为什么要加都？所以阿达达这个字现在当宾语，所以就是用都后面有阿达达，它究竟是可以当名词，所以我们要很活用啊。这个是一个静态词，你看它可以当谓语啊。阿达达国瓦那么够，注意听那个阿达达啊，我要的是阿达达这个字可以有3个不同的位置啊。阿达达国瓦那么够，这个阿达达。第二个呢，达达阿哥阿达达你阿公阿哥。第3个呢，米金沙过一星都阿达达你阿公，这个有。我还是暂时把这个画面关掉，我来，你们这个哈，这个，我先把这个画面呢，把它播上来。好。有看到我的画面吗？有有好，我先看一下哈。我举阿达达这个字啊，那个什么奇怪，我的阿拉萨，拉拉是病还是病？病是病还是病痛嘛？第一个单位语啊。你看它的位置单位什么？是不是啊？阿达达，娃娃，努马哥。好，我放大一点呢。好，我现在的阿达达，我用红色的。现在在这个句子里面，你看阿达达国王的马哥，这个句子里面这个阿达达是当什么功能？你们看得出来吗？谓语是个谓语嘛，对不对？我们再看呢，当主语呢？我们可以当主语呢。你看阿达达，我阿公的病很重哈。好，现在呢，这个阿拉拉的位置又不一样了，对不对？好，第一个是当谓语，阿拉拉国瓦努马哥。第二个呢，当主语，因为过的后面这个过是个主个标记，所以后面一定是个主词嘛。就说阿公的病很重很大，就是很重。阿拉拉是个当主语啊。你再看第3个当宾语。宾语就是受词，就说米金沙有异性，卫星都拉拉你跟我讲，好。米金沙古异性是主词啊，那个阿拉拉这个时候呢是当宾语啊。你们要学会那个一个字啊，可以变谓语，可以变主语，可以变宾语，这个是很高级的阿美语了啊。这是已经是高级的阿美语的用法了。你看这里面的变化，好。阿拉拉有3个位置，一个当谓语，一个当主语，一个当宾语。好，这里呢，阿达萨古娃娃，那么这里的主词是娃娃，古娃娃那个古后面是主词嘛哈，
我的孩子生病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阿公的病很重，所以这个是当主词。所以你要看得懂这个句子的主词在哪里，谓语在哪里，宾语在哪里。学会看懂这个句子的话，你就已经将来的写作啦、文章呢就都不会有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东西哈。最后一个呢，就是说，米金莎是个主词嘛，谓语嘛。现在谓语是米金莎，医生检查什么？检查阿公的病嘛。所以这个是都后面加受格。所以呢，谓语、主语、宾语同样都是阿萨萨，就有这3个不同的用法。几乎所有的那个这个静态词都可以这么用啊，都可以这样子用啊。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要跟你们说的，就是它本来就是个名词，名词通常可以有这3个位置啊。你随便找一个名词，我就可以帮你造出是可以当谓语，可以当主语，可以当宾语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因为时间不是很多哈，所以你们要自己多去爬一下书哈。然后等一下呢，我们再回头刚刚我上的那个部分哈。对不起，我再回来，这样可以了解吗？我现在讲的是一个名词，它可以有3种位置哈。这样讲，不晓得有没有理解我现在的说明哈？好，听得懂。有了解，明白。有，谢谢。每一个字都可以。等一下我们先这样好了，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了。我就把它当做一个练习哈，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好，我随便找一个字哈。你看我这里的静态词有很多嘛，我看到我们的静态词有一堆静态词，然后刚刚你说这个，好，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仿造的这个字好了哈，来，我现在再来一个练习哈，随便找一个仿造了。第一个是谓语呢，用这个字哈，仿造这个字。好，我来请3位老师，你们自己去想。我一个是当谓语啊，用谓语；第二个呢，当主语；第3个呢，当宾语。好，我再找一个仿造哈，我找一位老师试试看哈。刚才是美花老师嘛，那个呢，林智慧老师，你自己想看看呢。你用仿造这个字啊，当做来造一个句子。林智慧老师在线上吗？好，你想一个句子，说仿造是很好嘛，很好啊，很漂亮啊，都可以。你造一个句子好吗？造一个仿造，放在谓语的位置。仿造过你好，说。你的声音很美，对不对？哎。好 ，OK， 好，我帮你写哈。仿造，仿造过，一说，这是正确的句子哈。好，仿造过一下一说你的声音很好，可能是你是指唱歌了啊，唱歌的声音很美。仿造过一下一说，所以这个地方它是当谓语了谓语呢就是仿造了那主词是你哈嘛，后面有一个属格，你的声音很美好，这是正确的，是当主语好，下一位呢，陈学胜，林陈学胜，你造一个当主词的仿造。老师，我可能需要你的翻译中文。老师可以给我中文句子吗？中文
她的美啊，令人羡慕。干么干？羡慕。干么干就是让人家羡慕的，干么干？她的美哈，让人称羡啊，她的美让人家感到很羡慕。mana呢 Kahmakan ku fangzal nira.？OK，就是这样子而已啊，那没有什么难，没有难嘛。你看呢、你只要找主是Kahmakan ku fangzal nira。好，Kahmakan 令人感到羡慕了。什么呢？你过后面呢？过方丈，她的美啊，她的美丽呢，令人羡慕。现在这个方丈是在过的后面，所以它是一个当主格嘛，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呢，第一个是当谓语，后面是当主语。OK， 这个就是正确啊！我要的就是这样的答案啊！所以你要想办法，它不是一个字永远都是都那个动词都什么很多的书本都这样子，永远都是只有那个，不是我们的主语啊，就像我们的主词一样，跑来跑去。我们一个静态词语，你看它可以当谓语，又可以当主语。现在来一个当宾语的哈，我再请一位老师哈，张欣老师，张英还是张欣哈？张毅老师在线上吗？张欣还是英哈？没有回应啊，还是麦克风有问题？来，许新燕老师，许新燕老师在线上吗？老师好。还好，你有没有想办法？宾语改成仿造改成，好像有点难呢，我刚刚一直在想那个句子，想不出来吗？好，比如说，干不干哦，过这个字哈，来，我改成一样的字好了。我很羡慕她的美，怎么说？改成 mahmak。我很羡慕她的美丽，我很羡慕她的。Mahman kaku kaku 就是主词啦 ，mahmak kaku 有没？ Mahman kaku tu pancarai。好，现在我是用 mahmak 你kaku 嘛，然后呢，我很羡慕她的漂亮啊，我很羡慕她的美丽。因为我们要用，我只用这个限制你用仿造这个字当受词，会不会？有没有人会？老师，我会。好，你说。Mahmud kaku tu fangzal ni ira。就这样，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答对标准答案都仿造。好，现在呢，仿造这个当受词啦，对不对？好，太好了，你会了你就可以活用了，都是个受格标记。你看看了，你三个就不一样，一个是呢，仿造公言了，它是在谓语的位置，所以你们学会每一个字它可以变化的谓语啊。现在主语呢，干么干。干不干过放在你的，它的美令人家干不干都当不到哈。本来是这里，我本来这个当不到，是这样被人家省略掉了。no 当不到，我是把这个把它省略了。人啊，干不干的，它是被人家称羡了，它的美让人家称羡，人人都很羡慕它的美丽。那这里呢 ，Mahmud 这个字是及物动词，后面一定有受格。我很羡慕 Mahmud kaku tu fangzal ni ira 啊，或者 Maulah kaku tu fangzal ni ira
米能能嘎古都方丈尼呢，这个是及物动词后面就有受词，所以呢，谓语、主语、宾语它都可以用啊。所以不管任何一个只要是一个静态词呢，它都有这种功能可以表现出来啊。好，老师，老师，我有个问题。老师，那个嘎和么干第二句的前面可以加乌吗？你说哪一个地方啊？第二句啊？对啊，可以这样用，那你就变成用名词的形式啊。干嘛干就是，所以这个我干嘛干，它有你看了、这个干嘛干是为什么有这个可以这样用？因为静态词啊，这个不对，这个 hamak 这个字啊是本来是 mahmak 这个字 ，hamak 本来是一个，这个 hamak 是一个词根啊。后来 gahmakan 这个字呢，令人羡慕这个字可以是个名词。当名词用的时候，它就会要用 o 在放在前面就可以了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一个词可以当动词，也可以当名词用的时候，就两个用法。比如说，你看这个句子，我用这个句子例子，你就待会儿。你就说。Aku gila， 你看到这个句子吗？带你aku gila， 带你aku就明天会来，对不对？好，我可不可以变成呢？记得哈，带你记得啊。如果呢有一个搭的时候呢，这个可以变成名词了，知道吗？带你。Kako gila， 这个呢，它可以是一个名词，所以是我单单你kako gila， 这两个又可以通了啊。好，因为呢 ，gahmagan 就是一个名词，它也是呢可以当也可以是一个动词啊，它也是个动词，因为。gahmagan 它是你看啊，嘎跟安这个字，你看第8章就有嘎一个名词前面嘎加一个安的时候呢，gahmagan令人羡慕的人或是物这样子啊，所以它现在就可以变名词的时候就有物啊。你看啊，达拉代巴克，比如说达罗马是回家，达罗马是本来像说准备要回家，可是准备要回家也可以当做名词。一这都给他达罗马，要回家的人哪里去了？啊，好，再看一个啊，达罗马回家嘛，这两个字啊。达罗马是未来啊，比如说达罗马嘎过，我要回家。好，达罗马嘎过，我准备要回家。可是呢，达罗马这个字，它是个动词，是未来，但是它也是个名词，所以呢，这个名词后面可以加 o， 前面就可以加 o 了。我达罗马嘎过，我要回家。所以那个动词它有两种功能，它当动词的时候。那有时候它也是一个名词啊，这个要大写，奇怪，为什么不要大写？好，再举一个，马达亚的嘎过阿尼尼，马达亚的这个字是个动词，也可以当未来。妈妈达亚的嘎过阿尼尼，我今天也要工作，可是还没有发现。可是妈妈达亚这个字可以当名词。妈妈达就是仆人，妈妈达亚诺卡瓦斯库福西，牧师是上帝的仆人。妈妈达亚那个管的其他，妈妈达亚是未来动词，
但是呢，你可以妈妈当然它有2种功能，一个当动词，一个可以当名词。所以妈妈达亚诺卡瓦斯古布西，这个时候呢，乌妈妈达亚就可以变成用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嘎玛干是个动词，但是呢，嘎玛干也有第二个功能，就是他是令人羡慕的人，这样子啊。所以他这个又可以当 O 啊。这个你提出这个问题很好啊，这样理解我的意思吗？理解，谢谢。有理解吗？有。所以我们的那个什么，我们的那个动词啊，动词有时候它也有另外一个功能，它也有可以当名词，有很多是这样的现象啊。达罗马卡哥是未来还是动词，但是呢，动词它也有一个名词的功能，像这个字就是了。比如说像这个字就不能有 mahmak 这个字是个动词，是标准的动词啊。干令人家羡慕的人，它也是名词的功能啊。好，但是名词当谓语，因为它当谓语，这个是个当名词，所以当谓语是用 o 要放进去。可是呢，这个谓语是一个名词的话，你前面一定用 o 呢，你不拿掉它变成动词，那后面还是当主词啊。古方章，我他们干诺当到古方章你啦，它的美丽啊，是让人家羡慕的啊，就变成这个用法。那现在这个 mahmak 这个是标准的一个动词啊，这个是动词就乌 mahmak 就不通了，这个就是不能用。你看乌 mahmak， 因为它是一个标准动词啊，像上面呢又是动词又可以当名词用的啊，就像达罗马跟达罗马是意思的用法一样啊，所以这个下面是不能当那个什么动词啊。好，所以我想把这个赶快讲完一下，我讲完我们再休息啊，等下做后面的练习。好，我把这个 PPT 啊，就暂时把它这个好，我回头再看我那个这个静态词的画面，还有一点点要结束了哈。好。带个当兵友就不讲了，后面就结束了哈。最后呢，比较你们自己看哈，这个比较是比较曲折一点哈。最后一个呢比较简单，状态词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较的地方很多，因为补充的很多啊。好，这里呢最后一个呢，我先把状态词等会儿我们就可以做练习。状态词这边我再做一点说明哈，这个比较容易了，因为状态词是动词的来源哈，我这边再做一点说明，再放大一点点哈。好，这个请看说明，状态词它的词根是属于名词啊，它的属性是名词，它还是名词。刚才我讲过嘛，保罗也是个，但是呢，这个名词是里面的内涵是个动作啊。但是有动作的意涵在里面，比如说 sulit 这个字啊，字也可以当字体，也可以当书写一个字。从词义跟内涵来解读，它既是个名词，又有动词的成分。但是在阿美族的句法中呢，尚未附加动词的词缀，像 mi、ma、om、n 之前呢，它仍然是一个名词的词根呢。这个记得这个哈。还不是属于一个实质的动词，记得啊，这个状态词是动词的主要的来源啊，但是还没有加咪妈的时候都不能用啊。你看，附加了动词的词前缀就构成了实质的动词啊，它就变成实实在在的动词，你就可以直接当动词来用啊。在句法中可以独立当句的谓语来使用，独立它就是可以当，你看动词通常都放最前面嘛，都当谓语用嘛啊。你看这个字啊，譬如譬如说这个太高了啊，米索利是写字，马索利是背写了，索雷顿是把字写上去了啊。好，
就举一个所谓这个字作为例子哈，你看家，我问大家哈，如果没有咪的话，你看看呢，第一题啊，咪所谓吉妈妈阿姑都所谓no帮家，我爸爸在写阿妹。如果我把这个咪，我把它好，如果我把那个咪把它省略，所谓吉妈妈阿姑都所谓no帮家，有没有人这样用？所谓吉妈妈阿姑，因为这个字所谓是不通的啊，不像静态词，它可以直接当谓语来使用，因为状态词呢。一定要加咪，要不然加妈，或是加中缀或是 n 才有办法当动词。所以呢，一般的状态词呢，它是动词的主要来源，你一定要把它变动词，你才可以使用啊，当句子的功能啊。所以呢，你看看第一句 ，sore 吉妈妈阿哥，不会有人这样讲 sore 巴罗吉妈妈阿哥。一定是米巴罗米索雷才可以，所以呢，状态词一定要用咪妈 n 才可以用啊。所以我再弄回来，所以呢，这个地方，跑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跑那么远？好，这里，所以它一定要用咪，它就会变成动词了啊。米索雷吉妈妈阿哥都是雷东帮家，我爸爸写阿美语啊，这是主动的谓语啊。第二个呢，马索雷多阿哥果安安一说一个不放，我把你的名字写在黑板上了啊，也这是被动的。索雷登一定呢果安安的米索，把你的名字写在这里。索雷这个字加咪，索雷加一个妈或是加en呢，都可以用啊，它都可以当动词，所以呢。动词的话就一定放在句子的最前端啊，所以这个就是动词的主要的功能就在这里啊，因为它没有什么大变化，不像那个静态词变化很多，但是呢，所有的字它是主动、被动、处置动词都是用到，随便找一个字，巴洛这个字可以叫米巴洛、马巴洛就被动，巴洛恩就把它打了，达纳姆这个字米达纳姆、马达纳姆、达纳们都可以，扎六这个字呢？米杂六去借，马杂六是被借，杂六问是把它借过来，等等啊，这些字所有的字在里面呢，都一堆这个字，这是我们阿美最主要的那个词汇的来源啊。所以呢，我们先看一两句，我们休息了啊。米南南卡国多说的诺邦扎，不可以米不能没有啊。南南卡国多说的邦扎，一定是米南南，没有南南卡国。因为南南虽然是有动词的意味，但是呢，你要用咪才可以用，这个就是状态词的特殊点啊。再看一看，你在谁呢？打招呼，你没有加咪就不能用了。你在几班呢？一定是米你在几班呢？对呀。马嘎代伊拉兰啊，马多阿塞，本来像走路在路上走路的老人打个招呼等等，所以呢。状态词大概重点就在这里，其他刚才后面的其他的东西呢，都是差不多。这个加咪就是主动啊，加妈就被动，就这样子，其他都没有了啊。特殊动词是没有密码了，那特殊动词也就是说，逮你逮啦这种字没有所谓的咪动，因为特殊动词都是就是ini比如说ira。还有呢，逮你、逮啦，它不是咪动词的，我们都叫特殊动词。因此呢，既然它不是，我们就暂时不管，你就知道说，像达罗马、咪达罗马没有，达拉呆巴这个字也是特殊动词，咪达拉呆巴没有，不能这样用。罗马六是中缀的字呢，也不能咪罗马六是不能这样用啊。所以呢，特殊动词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讲过了，所以我们这里不讲。所以呢。再回来这个画面哈，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状态词呢，是咪动词、ma动词跟处置动词，就是 n 动词的主要的来源哈，都是那个含有那个什么
动词意味的名词啊。这样的话呢，其实你不要小看它，虽然用的不是很多，但是呢，mi ma n 动词你就学都学不完了啊。这个要很这个常常看，因为我们的 mi 动词是最难用的动词啊，所以把那个动词的那个句法的运用呢，这个有很多的变化，都是 mi 动词，有很多不同的句型等等啊，都是它的字根都是状态词，状态词加 mi 以后，它就变成 mi 动词。mi 动词的变化就有很多种句型，1、2、3、4、5、6种句型啊。这个呢就是但是它的变化不多，但是它却是在我们动词的句法里面，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动词的用法啊。好，我们今天呢把那个名词的4个分类呢，就是暂时就讲到这里哈。我们休息10分钟。我待会儿要准时一点哈，8点23分，我们回到画面上来啊。我们休息一下，明天那么好，好，好，我们暂时休息一下。嗨，你都啊，你都干嘛好？好，我们现在继续，我们剩下还有大概40分钟不到的时间哈，我们就把后面的练习把它做完，就名词把它结束哈。好，我们现在呢这个练习这不难啊，就是都是选择题啊，大家来念一下。等一下呢，名字我们就轮流来回答问题哈，看看这个练习也是在书本上里面的练习，很简单。那我想说，有的老师还不知道要猜哪一个啊，然后我利用这个时间帮你们做一点复习啊。刚刚是许新燕老师嘛，对不对？现在呢，我们看第一题哈，名词的练习，请选出正确的名词的用法啊。现在呢，我们就轮到那个彭班米利米利班奈。嗨，谢谢。嗨，你念一下第一题，答案是哪一个？你kirim ku ising to alala no tireng ako。OK。第一个。答对了，第一题是正确的。你看阿拉拉这个字不能用。因为静态词是不可能加咪阿拉拉，也没有马阿拉拉，没有嘛，对不对？静态词是不可以加咪妈的动词哈，它直接就用了。因为这个时候呢，我要补充说明，现在是当受词哈，米吉林贵姓都阿拉拉啊，找他的病啊，我的身体的病痛啊。好，下面一位啊，正确的答案是1，正确的啊。潘小姐老师哈，潘老师在吗？潘老师没有在哈，没有声音我就跳过哈。那 Carry 5啊，嗨，第二题念一下，答案是哪一个？嗨，麻药不麻药，鸡麻药，鸡麻药。好，如果是人名词，正确的答案哈，因为人名的时候呢，要在句子里面，如果他的名字叫什么麻药，如果在句子里面就一定要有人名标记啊。起麻药公安安的马过，正确答案 ，OK， 很好。好，最后一位呢 ，Sandy 沈老师，第3题念念看，念答案在哪里？嗨，有星星有念几 grass。OK， 第4个 OK， 专有名词，人名就是专有名词嘛哈。然后呢，一定要有 G 啊。第一个也没有 G 不对，第二个也没有 G， 第3个虽然有 G， 但是呢，我们应该后面是。这个地方呢，五星星努念后面要有主格，不能是受格，要受词的一起过来上哈，还要有1哈，
所以呢，这里正确的答案是第四个正确啊。好，我们又回到前面来了哈。王佩文老师在吗？ini kaku 哎，第四题，麻烦你好吗？ Jivalucu Jinamu Ijipanayan 答案是答对了，很好。因为呢，人民当主持的时候是吉巴奈，当受持的时候是伊吉巴那样，对不对哈？所以呢，吉法罗做是有意思了，有心哈。那么对什么人有心，就是喜欢的意思啊。吉法罗做是马乌拉吉那么以及巴那样的意思哈。所以正确的答案是第四个，其他的都不对啊。因为吉那么是个主词了，后面不能再有吉巴奈哈。好，正确的啊 ，OK， 再下来，理事长，你要不要试试看呢、啊？吴连成，第几题？好，第五题。第五题，马min kulasan马min caira。答对了哈。kulasan。因为呢，为什么用乌不是用鸡呢？这个可能老师也是不知道哈。因为他已经把它变成普通名词化了哈。乌吉古拉山是不通了，乌古拉山阿玛min caira，他们全部都叫古拉斯的啊，他们这一票人都叫做古拉斯。古拉斯福丁、古拉斯南莫、古拉斯马让、古拉斯马安、古拉斯马难等等，都是古拉斯的啊。名词把它普通名词化是，不能说乌古拉斯不对啊，乌古拉山哈，古拉斯后面加安，变成名词，普通名词，因为本来是古拉斯这个字是一个人的名字，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人，不管你的名字跟别人的名字即便是一样的，但是你是独一无二的啊，就叫专有名词。但是都一样的变成普通名词化，通常是古拉山啊。所以乌古拉山的min caira是正确的答案哈，所以答案是第一个啊。OK， 理事长是这个太优秀了啊！再过来林玉妹老师，林玉妹老师有在线上吗？没有看到哈，没有声音。林玉妹老师。好，再下来，林淑贤老师，第六题。Hai, ini kamu Amaro。你们在这里住。ini kamu Amaro。后面那个是另外一句吗？还是？这整句啊，就是我先中文告诉你，你们。所有你们叫南莫的人坐在这边呢，你们绑架有很多。你们南莫的人都坐这边。找南莫。kamu， 把kamu放到后面哈。ini amaro kamu。本来是古拉善或是南莫汉是一样的，但是呢，它可以重叠，就表示很多南莫的啊。ini marok kamu namu han， 你们所有namu的哈都坐在这里，这样的意思。所以古拉山哈，名词可以重叠，它是一个名词，它已经变成名词化了哈，所以呢后面的跟上面的第五是一样啊，所以namu不动，几namu也不动，za namu也不动，一定是namu han古拉山一定要按，就是你们。所有叫南莫的人都坐在这里，sana ikora imi kunini啊，所以idini kamu把kamu放在后面好了，idini amaro kamu namu han 这样子，这个这样了解了吗？了解了，谢谢。了解了哈。好，林美花老师，美花。是在。好，再看第7题，麻烦你念一下，答案是哪一个？ Ifataan hantu nyaro aku. Ifataan Ifataan hantu nyaro aku. 汉就是鸣叫，所以它不能叫一。你看哈，
如果用一的是 Ifadaan Kunyaro Ako 是通的 ，Ufadaan Han Kunyaro Ako 不一样哈。Ifadaan Han Kunyaro Ako。第二个。答案是第一个。我再讲一遍啊。Ifadaan 地方副词一加一，那个地名加一的话，就变成地方副词。地方副词单位语也可以放在前面，所以 Ifadaan Go Nyaro Ako 就可以了。汉这个字有没有？汉名叫，称为叫做，这个就不能用 Ifadaan 啊。变Ufadaan Han Kunyaro Ako 啊，我的部落的名称叫Fadaan 这样啊，所以这个地方只能用Ufadaan。Utaipak Han Kunini Anyaro 啊，Utaipak kami Amaro， 所以那个乌跟一有这样的用法啊，所以我的部落名叫马泰安。名叫就是它就变成普通的名词了啊，所以在句法里面的使用的时候呢，一发答案是在马泰安，好，标准答案是五发答案汉啊，你看啊，我的名字叫 Gulas 怎么说 ？Gulas Han Kungangan Nomako 啊 ，Cigulas Kako。Gulas Han Kungangan Ako, Umang Kinian, U Sochi Han Kinian， 后面一定 U Sochi U Sasalitan Han Kinian， 通常都是 Han 这个字啊，名叫的意思。这个叫铅笔什么？这个叫铅笔。U Impich Han Kinian 有没有？好。通常的 Utateng Han Kinian Utatukem Han Kinian 那个汉这个字啊，前面一定是要用名词啊，用 u 这样子啊。好，谢谢老师。所以那个 u 觉得汉这个字叫称为的意思啊，我们的部落称为法达案啊，这样子。这个名字叫 Tatukem 啊，Upahko Han Kinian 怎来？啊，我们这个阿妹子常常念的。孩子不懂那个名词的时候，我弄个产给你安散啊，就是这样的用法哈。好，谢谢老师。OK， 好，那个林智慧老师在吗？来，第8题看。第8题。啊。Ifadaan ang mahufos kako。答对了，这个时候是动词啊。kako 是。Ifadaan Mahofos Kako 啊，我在马泰安出生的啊，标准啊，不能用Ufadaan Mahofos Kako 不通，这个所以呢要看那个句法的变化啊。好，我们再看下一位的是，陈学圣，林陈学圣，第9题。第9题。Ifadaan ay atam sa kurasing si。好 ，Ifadaan atam tau 还是 Ufadaan atam tau？ Ifadaan ay atam tau kurasing si 哈，你的答案是哪一个？ Ifadaan ay atam sa kurasing si。答对了哈，你看看啊。本来是Ifadaan啊，前面有一个啊，就表示前面就是一个前置修饰形容词啊。在马泰安的人啊，那个老师是在马泰安的人，所以Ifadaan啊当到啊，Ufadaan没有 I 没有 A 啊，所以正确的答案，你的答案是正确的。Ifadaan啊当到，Itaipakai啊当到啊，这个Ipusungay atam到Ira， 通常都是把这个地方副词呢加 A， 它又会变成什么呢？啊，有 A 的话，通常前面是 I 啊。Ufangzalay atam到Ira， 我们是像这里面的是
ifatana adamdao。如果照道理上真正的要严格的要执行呢，这个地方还是呢，要前面加 o 是最好了哈。o damdao kurasingsi， 那前面加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o ifatana adamdao kurasingsi， 本来是前面严格来说是应该前面还要有 o 才对哈，但是这个 o 已经被我们省略掉了。像叫 Ufatan 就不同的是那个是地名啊 ，Ifatan 也不同，没有啊，所以呢 ，Ifatana adamdao 这是采用，但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呢都被我们省略掉啊，因为呢，真正的主词是 damdao， 所以它的谓语是 damdao， 就是应该名词的前面还有 u， 那 Ifatana 是个前置修饰形容词，所以呢，我们把 u 已经被省略掉了哈。我们已经都没有什么人讲用，实际上严格来说 mana adamdao jira izuai adamdao jira nani zuai adamdao jira， 通常都有这样子啊。nani zuai adamdao jira， 通常我们有这样子问，所以这里面呢是加了一个前置修饰形容词啊。好，其实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哈，这个很难哈。再过来，张欣老师在吗？张欣，还是麦克风没有开？好，最后一个新燕老师，齐新燕，第10题。大家好。Pagkapaso taila pataan kami chila， 答案是1。答案是1哈。Pagkapaso Pagkapaso taila pataan kami chila 啊。正确的答案，因为这个巴卡法术是搭公车嘛，后面要有个动词，这里的动词一定是达拉，这个叫特殊动词啊。只有达拉法答案是巴卡法术达拉法答案嘎咩，这个主词在这里啊。实际上是巴卡法术嘎咩达拉法答案嘎咩，本来有2个嘎咩，所以呢，这是并列用法。我们上次有讲过并列用法，就是巴卡法术嘎咩达拉法答案嘎咩。然后呢，前面的港妹省略掉，就中间加 o 就 OK 了啊，正确啊，非常好。好，再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PPT 哈，我们稍微再快一点点，我们希望这里有30题，把它弄完哈。好，另外呢，下位老师，好，彭班奈，米莉班奈，嗨。第11题，好，第11题。Matayal kuwawa no magu i Taipak。OK， 标准答案哈。Matayal ku， 因为要有主词嘛哈，后面都没有主，所以呢，娃娃是一个一般的名词，所以正确的答案就是古娃娃啊，非常好。那个Matayal吉娃娃、Matayal杜娃娃啊、Matayal努娃娃都不通哈。正确的答案是因为主格要有。主词要有主格标记啊，正确啊，非常好。再下来，潘小姐，因为你的画面想写潘小姐，所以我就用潘小姐叫你哈。啊，没有声音，好，下一位 Carry 5啊。嗨。第12题。12题。Maolah kumaan ku wawa aku tu sirau。 OK， 标准答案哈。你看啊，马拉还有古曼，马拉瓜瓦阿哥，古曼瓜瓦阿哥杜马安，杜西绕正确啊。因为呢，但是有受格啊，古曼后面有受格，受格要有受格标记啊，所以都是正确的。好，标准答案啊，很好。好，下一位 Sandy Sen。第13题啦，第13念念看，答案是哪个？2 Mita fokus kami ilawat nu panau i rasaya。 OK， 标准答案哈，因为kami是主词嘛哈，uta fokus mita fokus mata fokusan，kami 是
记得哦，这种考试是在高级的课漏字里面会出现哦。这种题目啊，你们有看过吗？上一次我们好像有做过那个课漏，哎，我们这个班没有哈。哪一个班是上的那个什么认证考试班啊？好，那新北市的新北老师，他有看过那个那个高级的题目里面会有那个构词的变化里面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4个选项里面要你去选哈。好，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哈，很好。好，我们现在又回头又来一轮哈。好，我们再看好，那现在呢，继续，理事长，现在轮到你了，第14题。Saka pinato. Saka sabaw sepato. Sabaw sepat hai. Funun sa funun, misa funun sa mayaw i apiris nulutok. OK， 标准答案。Misa funun， 第三个答案。答案3，标准答案哈。我想这里就动词一定要有 mi 动词啊。funun 本来是普通名词，加沙以后呢，它就变成词干。本来 mi funun 是不能用了啊，沙了以后呢，像罗马一样的 mi 罗马是不能，沙罗马又可以，你加沙罗马变成词干以后就可以加 mi 沙罗马，跟这个 funun 的用法是一样的啊。所以这里是标准答案，马上他们在山坡那边这个做水田哈。好，下一位这个林一妹老师。他也是麦克风有问题还是什么的哈。苏贤第15题了。Hai, Misa Luma kami ilutu imatini. OK， 很好就我想不必解释了，这个一定是要用动词啊。Misa Luma kami ilutu， 好，这是苏贤答的完全正确哈。美花老师，再下来林美花。梅花老师没有声音哈，可能麦克风有问题哈。智慧老师林智慧是16题了。Malitusur jikaru matafar nani palithing。答对了哈，Malitusur， 记得哈，tusur 是我们在里面有书本里面有讲说。li 这个字 ，dusur 是 dusur 这个字啊，是膝盖嘛。如果加 li 的时候呢，它是一个词干词缀哦，那个前缀哈，词干的前缀。比如说 li dusur li mata 可以放我们身体的部位呢，如果前面加 li 的时候是伤到什么部位叫做 li 哈。那li 后面加是金钱呢，就是 libida 就是领钱的领那以后他说 li 发挥这个字 li 发挥就是变成这个那个狗在吠吠叫那个 li 的用法还有呢 li tasaya li tafak li tafak hanara kura nangatuan atayal li 所以 mi li tafak 就是变成利用早晨。所以这个 li 这个字是一个普通名词前面加 li 以后，它就会变成词干，然后就可以加 mi 了就像我刚刚所举的那个 luma 一样luma 是不能加 mi， 它是一个普通名词。如果加了加了沙罗马以后，它就可以加 mi 沙罗马，它又可以变成动词了所以这个智慧老师念的是正确的答案Malitusur jikaru amatafal nani palising 这个很好来，下一个陈先生第17题。米沙贝沙贝是不知道什么意思。Miki sabe kaku ikalano nukilang。答对了，很好。米沙贝没有这样的用Miki sabe 就是乘凉Miki sabe， 答案是第3个还是第2个？第3个。
第三个 ，makisabeh 是没有这样说法哈 ，makisabeh 是乘凉哈，答对了，很好啊。新燕老师，再过来第18题，哎，法勒啊，这好像有点很像哎，法勒古鲁米亚尼尼法勒古鲁米亚尼尼好像都可以哦。你看你的答案是哪个？一啊，答案是一，是正确的哈。记得哈，你前面沙的话呢，一定后面要有沙，不能只有前面沙。上次有3个呢，比如说里巴哈达吉妈妈阿达罗玛，里巴哈萨吉妈妈阿达罗玛，沙里巴哈萨吉妈妈阿达罗玛。所以看起来第2个是正确，不对啊。要不然就不要有沙啊，要有沙是前后都要有沙，要不然只有后面有沙。我再讲一遍 ，falet koromiat anini， 要不然就是 falet sakoromiat anini， 要不然第3个就是最高段的 safalet sakoromiat anini 可以，所以你不能单独加沙啊，记得这个哈，那个是表程度的问题啊，所以你的答案。第1个是正确的啊 ，OK， 很好。来看第19题，米利巴奈，嗨，谢谢。第19题。第19题，Francis Kura Gamaya。OK，Francis Kura Gamaya， 可不可以Sa Francis？ 那个不行，Sa Francis 跟上面一样，对不对？Sa Francis 可以哈。Sa Francis Kura Gamaya， 这样就通了哈。你 Francis 不可以啊 ，Francisen 啊 ，Kura Gamaya， 那个 Gamaya 觉得很 Francisen 这样。那个静态词加 en 是表示感觉动词啊，表示觉得很香哈。那个干嘛要有感觉吗？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所以这个不能用哈。所以答案是第1个，你的答案是正确的哈。好，最后潘小姐还是没有哈，来 Gary Wu 第20题。哎。Kahangang ko bising iso。好，kahangang，第1个是 makahangang。我说这个kahangang是静态词，静态词不可以加咪，也不能加妈，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呢，这咪妈就先把它除掉，对不对？还有呢，静态词还可以加沙，但是你前面沙，后面要有沙。哎，后面没有沙，所以等于就是1、2、4都不能用，所以呢，你的答案是第3个是正确的啊。kahangang ko bising iso 啊，要不然是kahangang sa ko bising iso， 最高级的是 sa kahangang sa ko bising iso 哈。所以这3个呢的用法是啊，跟第18、第19、30都是同一系列的问题啊，所以。你们这样表示已经都能懂了哈 ，OK， 标准答案哈。好，最后一位呢 ，Sandy 沈老师，我等一下我在最后一个 PPT 了哈，30题就今天就上到这里啊。好，下一位，沈老师第21题 ，Sandy 沈第21，你念一下，答案是哪一个？第1题是对啊，好难啊，老师，我需要帮助。啊，这里题不，因为呢，这样的饮料不这样的食物哈，马丁尼亚刚才就这样的食物呢，不是病了，这样的食物是会让人生病啊，生病哈，让人家吃了会有生病啊。3把阿莎莎啊。但是东西但是要是东西人事物，因为后面都要爱啊。把爱，这个对。把爱，古马丁尼亚爱嘎嘎能啊，不是就是这种食物是病不通啊。把爱，古马丁尼亚爱嘎嘎能啊，这样就对了啊，答对了啊，答案是第4个，很好啊。
好，最后一轮就结束了啊。我们再看那个既然理事长在呢，还是就不放过你啊。来，第Ketusa 22. Ay. Patsalan kako amineng tuya luma ni kacau. OK， 什么都还马达麦，绑责任就是觉得很这个，我看了以后觉得很好，觉得很棒，再来绑责任。刚刚有讲过嘛，那个静态词加 en 后面加 en 就是表示感觉动词的个人，绑责任我觉得很好啊，觉得，所以我们那个觉得呢，没有这样翻译，只有加 en 它就是个觉得很好的意思了啊。再补充说明 ，OK。好，下一位呢？林一梅老师有在线上了吗？没有哈。好，下一个数学老师23，马拉斯真这个严重了哈。Mangalafku asasani mama sakuswa。OK， 正确的答案呢？听说哈，萨古苏萨就是听说啊，听说萨古苏就是听说呢，爸爸的病严重了啊，变重了，所以这里曼阿拉古阿达拉这个地方是用主格标记，所以答案是第一个啊，正确的啊，很好。下一位林美花老师24题，美花老师。一样跟那个一鸣老师没有麦克风哈。好，下一位林智慧老师24题。Niki Fangzal ni panay kusurit ni marang。好，Niki Fangzal ni panay， 记得哈，那个属格呢一定后面是 n 跟 an 哈，比如说。这里呢比较难，对不对哈？给方扎兰你本来记得你属格的时候是，你看呢马上被老师打怎么说？巴鲁恩努信息吉马让啊，所以前面是巴鲁恩啊，有 n 的时候，后面打的人都是用属格啊，所以给方扎兰给方扎人。给方扎兰就是比什么什么好的意思，给方扎兰你panai啊，古苏瑞你马让，马让的字那个panai比马让的字要来得更好，所以给方扎兰这个字是比什么好的意思哈。好，这里答案是第一个，给方扎兰是比什么好？我今天的那个什么比较级有跳过了，所以呢。你们有空的时候看一下那个静态词，静态词它有一个比较级的地方哈，你们有空稍微看一下哈，因为今天那个地方被我跳过了，因为没有时间哈。好，智慧老师写的正确了，好，下一位呢是学生，来，给说到25，我要我开头的哈。sama lalukai agapah Cimarang。答对了，我看看啊，马拉洛，萨马拉洛，你的答案是第几个？萨马拉洛盖，第三个。答案是第三个，还是拉洛根？好不对，这个是马拉，这边是马拉洛盖，就表示那个是马拉洛是动词嘛，加爱就变成人事物，变成名词。萨马拉洛盖就是最什么最认真的啊，最认真啊，阿嘎巴就是最认真的。本来是乌嘎巴去马让嘛，他马让是年轻，所以加了一个那个前置修饰形容词。马拉洛盖阿嘎巴，马拉洛盖啊就是前置修饰，然后沙就是变成最认真的嘎巴，加了一个前置修饰啊，所以。马让是最认真的一个年轻人啊！好，标准答案哈，下来，新燕老师，老师好。好。第26。Sasawan nama ko kuya ni ay kaisin. Johnny ay.
好，脚你爱是脚你爱是有脏的那个碗哈。好，因为努马过前面一定都是用什么处置动词了哈。你看呢，米烧烧嘎锅，烧烧问那锅，把烧烧嘎锅，烧烧问，所以你的答案是正确了，因为后面的属格哈，前面一定是用被动或者是要用这个处置动词啊，所以答案是第2个哈。我接个电话，对不起。喂，嘿，我在线上上课，等一下我9点多的时候再跟你讲，我还在线上上课哈。好，等等哈。好，等一下，我看，好，我先忙哈，好，拜拜。好，下一位，刚刚谁了？心燕对不对？哎，刚才是许心燕对不对？好，我们先 ，OK， 好，所以你的答案是什么了？我看啊，怎么了？哎，你少问对不对？少好。下问对不对？你的答案是正，少问啊，努马过哈，阿过是努马过一样哈。好，27题，请那个彭奈老师。哎，你能能嘎古多，你比发扎你伊那伊阿罗。哇，太好了，太棒了！为什么用你比发扎？为什么不能用米发扎？不能用米发扎，记得啊！大家跟老师你看一下，米能，我在看，本来是米发扎这个字，本来是米发扎，其伊那伊阿罗，把这个句子变成名词，一定要把前面的动词咪改成你比啊。有时候剩下是比，要不然就你比，最完整的是你比。有时候我们米能嘎过多比发扎你那伊阿罗。这个是口语的，正确是你比发扎你伊那伊阿罗的答案是正确的啊。为什么要变成名词化呢？就因为都是个受格标记，所以后面的动词呢要改成名词，就是你比发扎。但口语呢，我们为了讲求快速啊，所以说你能那个都比发扎你伊那也可以通啊，但是比发扎是口语化的，你比发扎是书面化的啊。好，板奈老师的答案是正确啊。好，剩下2位了 ，Carry 5，28， 好，来，马巴拉努，当一是娃娃古，蝴蝶你妈妈。OK， 正确啊。孩子的哭声呢，把爸爸的睡眠把他怎么样打搅了哈。哭后面要加名词叫了蝴蝶，蝴蝶是动词，你比蝴蝶是你不是你比蝴蝶没有这样子，一个是因为是马蝴蝶嘛，所以变你嘎蝴蝶啊，所以这个是错误的字，所以呢，正确的答案是有一个古蝴蝶你妈妈啊。要不然说，如果后面的是你嘎蝴蝶，你妈妈又通哦，因为它是马蝴蝶是个妈动词啊，所以改成名词的时候是用你嘎蝴蝶。刚才呢，上面的27是米发扎是咪动词，所以改成名词的时候你比发扎啊，这个2个不一样的。我再讲一遍，咪动词改成名词的时候是你比。妈动词改名词的时候，你嘎啊，你嘎啊，所以正确的答案现在是第1个啊，正确啊。好，最后一题 ，Sandy 沈老师啊 ，Sandy 沈老师，最后一题给你咯。好，沈老师，突然。是不是可能时间到的关系，他离开了啊？好，最后呢，我们来剩下最后就我们讨论了29题来看一下，马法拉过什么什么
你妈妈以扎就是在那个竹编的席哈，竹编的席子呢，就说爸爸呢在那个竹席上面呢睡觉的是斜着睡了哈。马法拉哥福爹马福爹你比福爹你高福爹你妈妈以扎，你们觉得是哪一个正确的答案？你嘎夫爹。答对了，你嘎夫爹本来是马夫爹嘛。因为马夫爹其妈妈一扎是一个句子的啊，因为你如果用第一个的话呢，它没有办法处理后面的，因为它原来是个句子，马夫爹其妈妈一扎，所以把那个动词改成名词化的时候，你嘎夫爹这样子啊。这里答案是第4个，这里已经是比较深的用法了哈，大概已经是高级的选择题了，因为克漏字也会常常会玩这个啊。最后一题呢，在多嘎发那嘎过多，我已经不知道了。这样，达罗玛，你嘎达罗玛，你比达罗玛，那伊拉伊拉达亚啊，这个字，原来后面呢也是一样，我已经不知道什么事。他们昨晚回家的时间我已经不知道了，请大家猜猜看，这里答案是哪一个？你比达罗玛。好，达罗玛这个字。不是咪动词的话，都用你嘎；不是咪动词，全部都用你嘎啊。比如说，咪阿洛就是你比阿洛，达罗玛叫你嘎达罗玛啊。去达拉台北呢，你嘎达拉台北，所以只有咪动词是你比，其他的动词改成名词都是用你嘎，所以正确的答案是第2个啊。在多卡法纳卡过多，尼卡达罗玛那伊拉伊拉萨亚这样，他们昨天晚上我已经都不，他们昨天晚上回来我已经都不知道了，就这样的意思了啊。好，今天我们的课程就上到这里了。那我想这个下一次上课哈，下2周以后上课呢，请各位老师先看一下我现在因为因为我有另外的任务哈，所以这个可能下个礼拜还会再上，但是呢，请各位老师先预习一下很重要的一个章节，就是那个语助词的哈，那个位格，我们那个叫语助词，就是格位标记的用法，你们先回去看一下，应该是第11章哈，第11章回去有空先看一下，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看得懂哈。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上过了4分钟，所以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哈。好，必先好给单，必，这个画面我就把它暂停分析哈。hati ni ko pinanam na mita ni ada tayang. 好了，hati ni sangai hato ko futi na mita hao. 好，阿来谢谢。好，阿来谢谢。阿来谢谢。谢谢。